好，伫阮的活命当中，因带阮，互阮搁一摆会当伫新的一年当中，犹原带着满满愿望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要来学罗你，要来敬拜你，要来颂赞你的名。主啊，愿你亲自引带，互阮的新年当中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对你所来满满信心、坚定的心志来跟对你，来敬拜你，感谢你，谢谢主。赐阮听痛的主上帝，愿感谢你，因为你听痛，你所听痛的遮的囝儿是，互阮来到伫上帝你的面前，阮的心无惊吓。无论伫过去的一年当中，阮经过什么款的代志，阮知影上帝你犹原引带阮。阮知影上帝，阮今仔日会当坐徛伫遮，坐伫遮，做伙来敬拜，这就是上帝你美好的恩典。所以，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求你继续引带看顾，互阮伫对今年的第一个礼拜日，阮犹原着用着一个喜乐敬拜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向你献上阮恶乐的祭。感谢的祭，愿荣光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主，好，咱请保安兄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平安。首先我来做消息的报告。今仔日务师全拢着高雄圣教会来正道，愿上帝保守牧者出入的平安。第二，本会国语堂新人关怀当天，也要来招募，邀请着有意愿参与侍奉的兄弟，向陈小清小组长来报名。第三，1月14礼拜日下午1点50，真楼土拓辅导社。伫中央大学大礼堂要来召开社员大会，请有加入社员的兄弟注意着时间出席参与。第四，1月19就是拜五暗时7点半，城市祭坛伫救主堂要来举行，敬邀着兄弟一同参加，同心为着国家城市祈祷守望。敢有补充报告？无，这是要请敬拜儿乐团。平安。来，隔壁人讲你是有福气的哦。你是有福气的哦。对，你是有福气的哦。对，第年头咱就伫上帝面前来持守对伊的敬畏，对伊的敬拜，可以当来到上帝的殿中，这是大有福气啦。阿门。所以咱上感谢主吼，拄才祈祷，咱知影对答拢经过，对答经过拢怎样？平安。来，请咱来起立，来颂赞咱的感谢咱的主。我心信仰所
天平，有主耶稣，我的灾难应该平息上难担，世间路程可无偌久，就会离去我稳住，受伊的叫升到天国，我有应有平安路，我欢喜喜甲主行去，永远享受福气，连梦求主因带万赞，对那经过拢平安，我是真实耶稣稳定，不惊将来的试炼，伊要上帝主爱丰盛，怜悯保护永无停，天命守护一切挂虑，完全交托我求主，有时乱了，主就看顾，存伊双手来扶助，所以我心时刻感谢，得着耶稣就高扬，无论我的大城市，也是你的用力，欢喜顺服天父命令，愿意随时向前行。亲爱的灵，亲爱的圣神，我要感谢你的指引，你的引带，你极大的疼痛，谢耶稣基督，天父的创造一切的美好，拢伫我的当中要来发生。求主耶稣，我的灾难应该经受上难担，世间路程可无偌久，就会离去我稳住，受伊的叫升到天国，我有应有平安路，我欢喜喜甲主行去，永远享受欢喜喜。我欢喜喜甲主行去，永远享受福气。阿门。你是信主的人，极大的愿望甲福气。主，阮的心因着你的疼痛去应，互阮来快跑跟对你。我要亲像鹿仔安尼来寻无你，亲像鹿仔寻无溪水。我的心切切寻无你，亲像鹿寻无溪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因无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归来的梦，我心灵孤独要放予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因无
咱要听主较深，亲像这话所讲的，咱要较无上帝一切的美善，咱要过着伊的脚步来行，咱为家己来祈祷。今年咱要听主较深，今年我要有所突破，今年我要有所成长，请来用声来祈祷。我跟你叫我立下的约都没有改变，神啊，这样的约是在你的里面的。啊，那个是永不改变的约，是永不改变的。我听阮永永远远，我若要伫这个约当中勇敢来实现上帝对阮的吊命，上帝对阮的心上所要做成一切明净的事奉，一定明净传福音的责任，一定阮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我无要空战地图，我无要亲像这个刺控这个空手刺拳打空气。我们要做有意义的、有进步的、有成长的一切事奉。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台圣经，我们的祈祷，咱们个较真诚，一直要记着你的眼光，令阮愈较无你的心，你的灵要灌溉伫阮的心中，要有启示伫阮的内面。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气力。你是我的归安的伴，我心灵都会安靠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梦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归安的伴，我心灵都会安靠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心梦来敬拜你。将在你听去永远，所以阮会快跑跟对你。迄个听唱给你阮回应你的听。我们要说，我们一生爱你，我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的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要深深的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爱你是我的喜乐，所以我要一生敬拜、荣耀、奉献，永不回头。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亲爱的宝贵耶稣。
要伫主的面前，来听伊的声，来对他诉说，陈明我们的心意。愿我的心啊，真的是深深被你吸引，不在外面的世界奔走，东奔西跑，却是困苦劳顿。我乃是要进到你的里面，亲像玛利亚来享受甲主做伙的喜乐甲满足。有上帝通倚靠，咱一生的所做就有功效。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我们更肯定的说，更肯定的向神说，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爱你，跟随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咱拍拍，感谢上帝，哈利路亚耶稣。主上帝，这是阮伫你面前的心志。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仰望伫今年新的一年当中，阮有缘会当跟对你的脚步来行。主啊，这是你听阮的证据，互阮跟对伫你的脚步的时阵，我看到上帝你满满的平安，你的稳定、阻碍甲阮同在，阮心内面都无惊吓。所以，阮今年有缘来敲找你，有缘求你伫阮的活命当中来去引阮。主啊，求你去引阮的眼目，去引阮的心，互阮会当自信伫你的面，互阮会当看到上帝你为阮所备办迄条阳光的道路，互阮会当跟对你的脚步来行。主啊，无论阮即时是踮伫什么款的状况当中。阮有缘知影，上帝你的疼无改变，所以阮得搁较济要仰望你、倚靠你、求你亲自引带阮，互阮跟对你，阮的脚步稳固无摇动。阮感谢你，阮荣光颂赞归乎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心用主甲是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请。愿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顶，亲像伫天顶。愿的历史今仔日赏赐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
无得带阮入着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现在请坐。继续，咱要来用上帝话启应，启我来读用兄弟姊妹学的时阵三角来上读。启文的第一篇，要将歹人的计谋，要徛罪人的道路，也无坐5万人的位。为着喜爱文化文化人民的思想，即予人有福气。伊要亲像一丛树，栽伫溪水边，照时阵结果子，叶仔也无孤单。近来所做的尽拢顺利，歹人却毋是安尼，乃是亲像座光被风吹散去。对安尼顶审判的时阵，歹人必徛立不住。做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知影义人的道路，歹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门。今仔牧师去倒位？多谢恁大家关心甲带倒。咱即时咱要请少位传道来分享上帝的话。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互咱伫新的一年当中，有缘会当心来敬拜，当心来聆听上帝的话，当心咱要用听道来敬拜。伫每一摆当到伫新年的时阵吼，咱拢会讲一句话，就是新年快乐。但是呢，讲新年快乐，咱真正有快乐吗？感谢主。来，甲咱身边的人讲，爱快乐呢，爱快乐呢。好对，是因为上帝甲咱同在，咱心内面真正是有对伊所来喜乐。无论咱踮伫什么款的状况，咱会当知影是上帝甲咱同在。咱同齐来掀开周报第4面，也是咱有照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掀开。今仔日咱所要分享圣经的经文，记载伫《使徒行传》第7章22节到37节，《使徒行传》第7章22节到37节。现着，请咱着同心做伙齐声来上读这段经文，请。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讲话行事拢有才能。伊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伊的兄弟以色列人。到了遐里，见因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伊，为伊遐受欺压的人报仇，拍死了迄个埃及人。伊掠做兄弟一定会明白，上帝是借伊的手来搭救因，因却无明白。第2天，拄着2个以色列人来争斗，就看因和睦。讲，恁2个人认为是兄弟，为什么彼此欺负呢？迄个欺负恁舍的，就甲伊杀开，讲，什么人立你做阮的首领甲审判官呢？敢讲你要杀我，亲像昨昏杀迄个埃及人共款吗？摩西听即个话就逃走，寄居伫米甸，伫遐生了2个囝。过了40年。伫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个天使对刺皮火焰中向摩西来显现。摩西见了迄个异象，就感觉稀奇。即进前观看的时阵，有主的声音讲：“我是你列祖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摩西惊吓摇摇喘，毋敢看。主对伊讲：“甲你骹迄顶的鞋仔脱下来，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我的百姓伫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因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
我落来要来救因。你来，我要找你往埃及去。这个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讲，什么人立你做阮的首领甲审判官的？上帝却借着迄个伫刺皮中显现的使者的手，差派伊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个人领百姓出来，伫埃及、伫红海、伫旷野40年间行了新历，基础新历。遐捌对以色列人讲，上帝要对恁兄弟中，互我甲恁兴起一位先知，亲像我的，就是即个摩西。阿门。伫这段经文当中，虽然是伫《使徒行传》的经文，但是呢，咱定定一直咧看到的拢是摩西，因为呢，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初代教会的执事司提反，伊咧顺道进前，伊所讲的一篇的讲道当中的一部分。伫这部分讲道当中，伊特别就是咧讲规个救恩的历史。规个救恩的历史当中，伊特别目的就是要甲遮个遮个公会当中当一个来要来审判即个司提反的人，要来对因讲，恁拢是犹太人，恁爱知影恁过去的历史是啥物？上帝其实一直拢伫恁过去的历史当中，一直咧做代志，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开始，就一直咧预备即个救恩，要到耶稣基督要来完成即个救恩。所以摩西就是当中的一部分，摩西就是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会用这段经文来分享呢？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就是伫出埃及记当中的一个浓缩版嘿。出埃及记其实是较长，但是呢，伫当中就是用差不多十几节、20几节的经文当中，就来讲到摩西伫当中做了什么款的代志。所以，互咱会当伫摩西故事当中，咱搁一摆来思考，到底摩西是什么款人？咱先当心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阮只是要来领受上帝你的道。我要用听道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你着借着你的道，亲自来对阮讲话，互阮知影上帝，你伫阮心内面，你伫阮活命当中，你的心意是啥物？互阮嘛会当真正愿意跟对上帝你所指示的来行，无论阮只时踮伫啥物款的状况当中，阮犹原知影上帝你是听从阮的主。阮犹原知影，上帝，阮的一生就是要来学乐你、敬拜你、服侍你，要来回应你的呼召。愿你的听从显明伫阮当中，阮当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若讲到摩西，咱头壳内面、咱心内面所想到的是啥物款的画面呢？可能真侪人咧想到摩西这个人的时阵。头先想定的就是安那，就是当以色列人要过红海，伊就甲伊的管仔举起来，就红海就分开啊。也是讲，伊可能伫山顶举手来祈祷的时阵，以色列人伫战争当中就战赢。也是讲，伊可能摩西讲迄个磐石，互即个磐石出水，这拢是摩西伫即个旷野当中，当伊引带以色列人离开即个旷野的时阵，所经历的代志，离开埃及进入到伫旷野当中的时阵，因伫当中所经历的代志。所以呢，后来的人咧纪念摩西的时阵，伊拢会安尼来认捌这位摩西。伫《申命记》34章第10节到12节，也就是《申命记》最后的一段经文当中，一般来讲，这段经文和研究圣经的人讲，这段经文就是讲是摩西的这个墓志铭。墓志铭的意思就是讲，当摩西若是真正埋葬啊，伊的墓碑顶面会写了什么话，来互后来的人会当来怎样来认捌摩西这个人，就是透过
借着这段话来讲，《申命记》是摩西所写的有经当中五卷册当中的最后一卷册，所以最后的这段记载当中，会当看讲到底是怎样来总结，摩西的一生。伫遮讲到《申命记》当中讲到以后，以色列当中，佫无有兴起摩西无有兴起先知亲像摩西，伊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捌的迄个人。伫遮讲到摩西即个人，后来的人有一个足悬的标准。为什么？因为讲以后无有一个先知亲像摩西共款的，代表讲伊是先知当中上悬的迄一位，是先知当中上大迄一位，是所有先知的模范。所以咱会当对摩西的画面当中看到，伊其实是足受到以色列人敬重的迄位先知。但是咱爱知影一件代志，摩西真正亲像这段话所讲的遮尔厉害吗？咱若是捌读过出埃及记的故事，咱就会知影，伫遮所描述的摩西，拢是安那，拢是80岁以后的摩西。咱心内面所想到遐个画面，其实拢是安那，拢是80岁以后的摩西。为什么？因为80岁以前，其实摩西无有啥物故事会当互人学习的，无有啥物故事会当互人感觉讲哦，这个人是有上帝同在，这个人是一位先知，是一个真伟大的先知，无。所以咱就爱来看，到底咱要怎样来认捌这个完整的摩西呢？伫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有一个新闻报道讲，有一个过去真有名的一个棒球选手过身啦。其实伊嘛敢若40几岁尔，但是因为伊叛病，所以过身啦。伫过身的时阵，就开始有一寡媒体就开始咧讲哦。开始咧讲，伊以前吼是偌厉害啦，差不多20年前啦，伊是足厉害哦。伊代表即个中华队啊，代表即个国家哦来比赛的时阵吼，拢会当比了真好，拢会当有真济真好的遮个表现。但是呢，嘛有一寡人就敢若一直记着讲安那，记着讲当伊转来台湾来讲棒球的时阵，伊伫当中其实安那。伊互人记牢一件代志，就是伊是打假球啦，就是伊拢伫比赛当中，伊就放水，伊就无互刁工无爱赢就对啊。所以伫这当中，就一寡人就特别记牢讲，哦，这个人吼，其实伊就是咧毁害规个台湾棒球环境的人。无论啥物，是共款的这个人，但是当其他的人咧笑念这个人的时阵，用无共款的心态，用无共款的角度来想这个人的时阵，因心内面的态度嘛是无共款。所以，咱爱认捌这个摩西，咱毋是干那咧认捌讲80岁以后的摩西是啥物款人，咱爱想讲，到底是伫80岁以前，摩西是啥物款人？为什么到了80岁的时阵，上帝较咧使用这个80岁的老人，开始来成就伊救恩的计划呢？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要来分享的代志。所以，咱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当中有讲到摩西伊伫少年的时阵，伊做了啥物款的代志？伫《使徒行传》当中的经文，甲咱讲。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讲话行事拢有才能。伫这当中讲到摩西，伊是伫埃及的王宫当中是咧成长的。伊过去伊是虽然伊是以色列人，伊是希伯来人，但是当伊出世的迄当阵，拢是有法老王就是想要甲遮个以色列人的婴仔拢甲伊杀死，所以伊妈妈特别甲伊保护起来。但是伊渐来成长的时阵，无法度搁甲伊保护的时阵，伊就甲伊藏伫一个篮仔内面，就
放伫水面顶，就甲伊飘飘看，看啥物人会捡着伊。后来就是法老王伊的查囝捡，甲摩西捡起来，伊感觉讲哦，伊要甲即个婴仔饲大汉，所以摩西伊过去，伊就是真做法老王的孙就对啊，法老王的孙，所以呢，伊就伫埃及的王宫当中来成长，伊就学了真济伫埃及当中的学问，伊。经文当中甲人讲，伊讲话行事拢有才能。伊讲话行事有啥物才能呢？咱后来会阁来看。其实伊学了真济的时阵，伊心内面就有一个想法，就讲我开始会当为着我的兄弟，会当为着我的民族来做啥物款的代志。所以经文甲人讲，将要到40岁的时阵，伊就心中就有一个意念，讲我要去看我的兄弟以色列人。到了遐，伊就真正看到埃及人咧苦待以色列人，所以呢，伊就要拯救即个以色列人的时阵，伊就甲即个埃及人甲伊拍死啊，甲伊拍死啊！伊想讲哦，即时我就是要来安那，我就是来帮助我的同伴，来帮助我的民族，来帮助我的兄弟的，所以因一定会哪，一定会感谢我嘛。我帮伊拍死了迄个以色列人的，伊一定会感谢我的。但是安那，无安尼，甚至是安那，经文甲咱讲，伊俩做讲兄弟一定会明白，上帝是借着摩西的手来搭救因。但是因安那，因无明白，因无明白。伊原本是想讲，我甲伊拍死呢，为虾米安那？为虾米遮个人无明白呢？经文就甲人讲，伊第二天，伊阁去找以色列人，伊就拄着有两个以色列人彼此咧冤家，伊就来劝因讲，恁彼此拢是兄弟啊，恁应该安那？应该爱彼此和睦啊，恁为虾米欺负家己的人呢？其中一个人就甲伊杀开，就讲安那，虾米人立你做阮的首领甲审判官呢？敢讲你要甲我杀死，亲像昨昏你杀死迄个埃及人共款嘛？即个人做了即个动作，甲伊杀开，即个代志，就代表安那？代表讲，即个以色列人就是咧对摩西讲：我甲你毋是共一国的，我甲你毋是共款的。你家己想讲，你家己是以色列人，你要来帮助我，但是安那？但是我无要受你的帮助。我甲你毋是共一国的，我无要受你的恩惠。哦，对摩西来讲，这是何等大的伤害，是安那？是心内面的伤害。因为安那？因为伊一直以来，伊就是一直想讲，我学了遮尔济个代志，我上帝互我有即个气力，我就是咧帮助我的兄弟。为什么我的兄弟无接受我呢？当摩西若准讲上帝予伊的力量，就是要用伫即个时阵的时阵。摩西感觉上帝予伊的力量，就是要用伫即个时阵。但是安那？但是这并毋是上帝要来做即件代志的时阵。这是摩西想要安尼做，但是安那？但是上帝并毋是伫即时要安尼做。对摩西来讲，这是心内面真大一个伤害。咱等下来看，为什么是这个伤害？因为伊原本伊少年的时阵，伊有这个想法，伊有这个心志，讲我想要为上帝来做什么代志。但是上帝无要互我安尼做，伊心内面一定会受伤的。伊讲我是主角呢，我是男主角，我做代志一定会赢。为什么安那？为什么我这个主角，但是我做这件代志竟然会失败啊？以色列人嘛无明白摩西伊的心啊，伊意思是啥物？因为因无明白上帝是要怎样借着摩西来拯救因。原本摩西心内面有一寡代志，伊想要来做的，但是犹原无法度做会到。摩西听到这个话，伊就逃走。伊
伊毋是转去到伫埃及的王宫内面，讲哦，因遮以色列人吼无接受我，也无我着做我的埃及人好啊。无呢，摩西无安尼做。伊毋是转去找伊的妈妈讲哦，我来讨拍讲哦，遮个人吼拢欺负我，安尼我以后嘛要来欺负因。无，伊无安尼做。摩西的选择是安那？伊嘛离开埃及，伊离开以色列人，伊嘛离开埃及，因为遮两边的人拢无接受伊。两边的人拢无接受伊，一边是伊的成长的家庭，一边是伊原本的民族，但是两边的人拢无接受伊。伊敢若会当做一个选择，我要离开，寄居伫米甸旷野当中，伫遐生了两个囝。这段经文就安尼就结束啊！但是咱若看出埃及记的经文当中，咱会当看到摩西其实咧离开埃及到伫米甸的旷野当中的时阵，发生一段故事。这段故事呢，我就简单来讲。这段故事就讲到摩西原本呢，伊就伫米甸的旷野当中，原本伊就伫一个井边咧休困，伊就看到有一寡人，有一寡即个牧羊的人，就伫当中咧赶羊啊，就看到遮牧羊的人咧欺负一个查囡仔，伊个查囡仔呢想要滴水，还是啥物的，啊，就遮个牧羊的人就咧欺负因，所以呢，摩西就去帮赞迄个查囡仔，哦，伊就甲遮个牧羊的人赶走啊。啊，就帮赞伊。后来呢，这个查囡仔就甲摩西带转去见伊的父亲。伫当中，摩西甲伊的父亲伫当中讲认捌伊，就感觉讲哦，这个少年人伊真有才能，甲伊留落来，甚至是后来摩西就成做伊的囝婿。所以呢，伊就伫当中开始生活40天的时间，伫当中。经文甲人讲，伊生了两个囝，生了两个囝，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伊已经伫当中生活真久的时间。摩西来到伫旷野当中，伊较发现讲，原来毋是干那伫埃及尔，其实安那伫旷野当中嘛有即款，嘛有人咧欺负另外一个人，嘛有即马叫做是阶级霸凌啊。阶级霸凌就是咧。徛伫较悬的位置的人，就会去欺负遐个基层的人。所以呢，伫当中，摩西佮犹原有即个想法，就是伊即个打抱不平的即个伊的个性，伊就想要去帮赞迄个较软弱的人。伫当中，咱就会当看到摩西，因为伊的帮赞，所以伊伫旷野当中受到即家人的接待。咱较发现讲，原来圣经咧描述摩西的故事，是咧描述一个对比，比较啥物呢？比较讲摩西伊伫原本伊的厝内面，伊是无受接纳的，但是伊来到伫旷野当中，遮个人拢无认捌伊，但是遮个人愿意接纳伊。这是摩西伫当中所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原本家己应该爱是去拯救伊的同伴，拯救伊的兄弟的，结果伊拯救了外邦人。原本应该是家己厝的所在，但是无接纳家己，颠倒是外邦人接纳了伊。这就是摩西伊伫人生当中拄着真艰难、困苦的时阵，因心内面受到真大的伤害的时阵。上帝予伊上大的安慰，表面上看起来是摩西救了这个米甸祭司的查囝，但是实际上是上帝借着这个家庭来救了伊，来接纳伊，予摩西会当伫旷野当中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予摩西会当伫旷野当中重新搁一摆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这是摩西第一摆的重新出发，这是摩西伫伊人生当中第一摆的重新出发。伊
想要袂记起伊过去所拄到的这些歹代志，伊敢若想讲，我就是要踮伫旷野当中过我的一生，安尼就好啊。但是呢，上帝毋是安尼做，上帝毋是安尼做尔。上帝呢，虽然伊伫旷野当中，伊拯救了摩西，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救恩的计划悠然咧进行。上帝悠然想要帮助以色列人，就是要借着摩西来帮助伊，但是要等到上帝的时阵。所以伫圣经当中继续甲人讲，过了40年，过了40年的时间。摩西原本是40岁的时阵，伊逃走到伫旷野，伫旷野当中，佮过了40年，就是伊80岁的时阵，伊伫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伫刺皮伫火当中向摩西来显现。这段经文，我相信，若是咱有读过遮个出来去记的经文，咱可能拢真熟，咱拢知影。上帝借着伫刺皮当中来向摩西显现的时阵，伊就呼召摩西要来成做会当转去到伫埃及来拯救以色列人的迄一位。摩西看见迄个异象，伊感觉稀奇，伊就来观看，有主的声音就来对伊讲：“我是你列祖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伫当中，上帝对摩西讲话。摩西听到这个声音是对上帝来的，伊第一个反应是啥物呢？我相信摩西一定会感觉安那：上帝，你哪会到呾才来啊？你哪会到呾较咧找我？我40年前的时阵，我就一直想要借着上帝你所赏赐予我的力量，我会当来为你做一寡代志。但是安那，你无互我做。为什么等了40年，你才来叫我？迄个时阵，摩西已经安那，伊已经是感觉我无想要做啊。已经40年啊，我原本我有迄个热情，但是我拢已经消灭去啊。圣经当中继续讲，上帝对伊讲：“甲你鞋啊脱落来，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我的百姓伫埃及所受的困苦，我拢看见；因悲叹的声音，我嘛听见。我落来要来救因，你来，我要找你到埃及去。这是上帝伫遮对摩西的呼召。咱会当来想看卖，咱首先先来看，这个刺皮伫火当中的刺皮是啥物款的意思呢？伫火当中的刺皮有2种解说的意思。第一种呢，我捌伫去年出来去记的查经班当中，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第一种的解说，就是刺皮，其实就是安那，就是人犯罪，所以地受咒诅，就会当生出来的物件，就是亲像伫创世纪当中第3章所讲的经文当中，甲人讲，因为地受咒诅，就会当生出遮的刺皮，生出圣经讲是吉利。伫这当中，刺皮就是代表即马踮伫苦难当中的百姓；火就是代表圣洁的上帝甲伊荣耀的同在，伊要来认证这个百姓，但是伊无要毁灭，因为即个刺皮虽然受到火来烧，但是伊无烧害去，伊无毁灭，所以上帝嘛无要互即个以色列人毁灭，伊是要来认证。但是伊是要来拯救，所以上帝所做的代志，毋是干那拯救，是要认证，要互因有一个新的活命，因有一个新的服侍。这是第一个，咱会当对刺皮当中所做的解说。第二个解说呢，要甲各位分享的，可能这个刺皮代表的是摩西伊家己。摩西伊家己，伊伫过去的人生当中所经历的失败。变做伊心内面的苦毒埋怨，伊感觉讲，所有的人拢对不起我，感觉讲我做遮的代志拢无人会回应我，
所以伊心内面有真济，亲像刺皮共款。伊心内面有真济，才会插，才会刺，会当去插着人的。伊心内面，伊敢若想讲，我无要做啥物代志，伊无有啥物款的热情。但是上帝犹原借着即个火来烧着伊，烧着伊，但是无将伊消灭。上帝的意思，即个火是要来，甲伊心内面迄个热情，迄个火，搁一摆甲伊点倒起来，甲伊点倒起来，讲摩西，你捌有愿意为着你的兄弟大发热心，即个热情，我即马要甲即个热情点倒起来，我要呼召你倒转去完成你早前还阁无有完成的即个使命。就是拯救伊的同伴，拯救伊的兄弟。若是咱对这个解说，咱倒转来看摩西的人生，咱就会看到摩西的人生原本，伊可能伊已经感觉安那，伊已经感觉经历过去的失败，过了40年，可能伊已经感觉讲，我就是想要伫旷野当中，就安那安享晚年啊。我未来毋知活到几岁，但是我未来无要搁插遮个代志啊。过去伊所想要做的代志，遐以色列人伫埃及所受的困苦悲叹，拢已经甲伊无关系啊。但是上帝却伫即个时阵呼召摩西，所以上帝伫即个时阵呼召摩西，就代表安那？代表爱摩西，伊就是爱伫即个时阵，伊想要伫当中，伫旷野当中来过日子的时阵，上帝讲：你爱离开旷野，倒转来到埃及，你爱放弃你伫旷野当中已经真安稳的生活，你爱转来到伫原本你所想要做代志的所在，转去到你捌失败的所在。这对摩西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这对摩西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兄弟姊妹，若是你是摩西，你愿意安尼回应呼召吗？我相信，若是问10个人，可能有9个人无愿意。上帝啊，你以前我想要做的时阵，你无互我做；即马我无想要做啊，你较来叫我做。我哪有可能会当帮你？我即时哪有可能做会到？我已经80岁啊！这就是摩西伊心内面的想法。所以摩西伫当中出埃及记第4章13节当中，摩西就讲安那：主啊，你愿意差派什么人去，你就差派伊去吧。但是伊即句的意思就是安那：你叫什么人去拢好啦，就是莫叫我就对啊啦。我已经安那，我已经无有即个热情啊，无有即个心智啊。这段话是出伫安那，是已经经过上帝向摩西显现3个新约，3个新约就是互伊的杆仔变做蛇，啊，搁互伊原本伊的手，伊存伫落地仔内面出来，啊，就有大太哥，啊，搁存入去内底，就医治好啊。啊，搁第3个就是互水变做火。拢总经过有3个新约，上帝一直咧向摩西证明讲，我甲你同在，我会当帮助你。但是摩西已经无有迄个热情啊！摩西敢若想讲，我无要安尼做。上帝啊，你莫叫我去！上帝啊，你莫叫我去！对即时，咱会当看到，其实伫摩西伊心内面的受伤是有偌深。伊心内面的受伤是有偌深，伊受伤深到一个程度，伊无愿意搁倒转去做伊原本想要做的代志，因为安那？因为伊已经有即个失败的经验，伊感觉伊若是搁倒转去，嘛是有缘，互遮个以色列人拒绝安尼尔，伊无想要去遐用热脸贴冷屁股安尼啊。这就是一个人。当伊过去的失败，会怎样来影响？怎样来影响伊后来
伊搁要继续做同款的代志的时阵，伊敢有迄个愿意的心？伫去年年底的时阵，南部教区有一寡牧者，同齐组织伫台南，有一个联谊分享的时间。伫这当中呢，就安排一个行程是啥物？就是去安平港遐个所在坐船呐，去坐船就去坐船就会当坐即个港口一日就对啊。当我一开始听到要坐船的时阵，我就真惊吓，因为安那，因为我过去的时阵，我有真严重的遮个晕船的经验，所以我就真惊吓，我就听到我坐船的时阵，我就无想要去就对啊，我就无想要去。后来就是孟春传道就一直甲我讲啊，你着去啊，你着买晕车药啊来食，安尼就好啊。后来呢，我就真正好啦，我就食即个晕车药啊，我就去坐船。啊，真正坐一日了，回来的时阵感觉其实嘛还好嘛，无感觉安那嘛吼。所以，但是呢，虽然是安尼，但是安那。但是你后摆若是搁请我去坐船吼，我永远会惊啦。我永远会感觉讲就是因为过去迄个真严重的晕船的经验，我就会感觉讲我若是以后吼，伫遐个风平浪静的水面顶坐船吼，可能无安那啦。但是你若买坐船出海吼，安尼可能我就搁会惊讲安尼我敢是真正爱去。所以这就是安那，伫过去一个无好的经验。会影响到你后来搁要继续做这件代志的时阵，你会无愿意做，因为过去已经失败啊。当后来搁要做的时阵，虽然你可能已经有人甲你挂保证讲无啦，袂安那啦，但是你心内面犹原会有一个忧虑，犹原会有一个挂心讲若是真正有安那，安尼要怎样？所以这就是人的心内面过去的受伤，造成伊后来伊心内面伊无愿意跨出迄一步，迄款的原因。但是呢，摩西伫遮，伊对上帝讲了即句话了后，上帝是怎样回应伊的呢？上帝无搁互摩西有拒绝的机会，上帝无搁互摩西有即个拒绝的机会。上帝就对伊讲安那，上帝对伊讲：你毋是有你的兄哥阿伦吗？我就是安那，你着甲阿伦做伙，你着回去就对啊。我无要搁甲你搁坐啊，我就是要互你，我就是要叫你回去就对啊。其实上帝要对摩西讲的话，就是这毋是摩西伊家己所面对的挑战，有你的同伴，有你的兄弟甲你做伙。更较重要的就是上帝甲伊同在，上帝甲伊同在，因为这是上帝要成就的代志，无人会当阻挡。毋是干那法老王袂当阻挡上帝尔，是摩西伊嘛袂当阻挡上帝的计划。虽然摩西无愿意，但是伊犹原袂当阻挡上帝的计划。后来发生的代志。咱就真熟啊！摩西就真正倒转去，伊就真正照着上帝所讲的，伫埃及当中行了10个新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摩西第2摆的重新出发，这是摩西伊活命当中第2摆的重新出发。后来的摩西，就是咱所熟悉的摩西。就是一开始，咱伫即个摩西的墓志铭当中所熟悉迄个摩西，司提反伫当中讲到，即个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讲，啥物人伫你做阮的首领甲审判官的迄个摩西，上帝却借着迄个伫刺皮当中显现的使者的手，差派伊做首领、做救赎的。伫遮，甲咱讲一件代志。受人弃绝的人，却是受上帝所拣选的人。摩西伊原本是受人所弃绝的迄个人，但是伊却是受上帝所拣选的人。咱若是看到即句话，
咱可会想到什么人无？想到耶稣，耶稣伊第一摆来到伫即个世间，其实伊嘛是安尼。耶稣第一摆来到伫即个世间，伊嘛是来到伫即个世间，但是伊无受到伊的兄弟的欢迎呢。伊甚至是遮犹太人，佮想要甲耶稣定十字架，因为安那，因为因感觉讲耶稣甲因毋是同一国的，所以司提反伫当中，伊就是雕工要用即个讲法来互遮犹太人听到，就对摩西连接到耶稣，就对摩西的经历来看到讲，犹太人是怎样来对待耶稣，是怎样来拒绝耶稣的。但是这款的经历无影响耶稣伫圣上的服侍。过去受到拒绝的经历，嘛无影响摩西的服侍。虽然伊一开始游玩有一寡的惊吓、无信心，但是伊的未来伫上帝的手中，上帝定义就是要来成就这个代志，袂失败。上帝定义要成就的代志，永远袂失败。上帝做了什么代志呢？就是借着摩西所做的，这个人领百姓出来，伫埃及、伫红海、伫旷野，伫40年间行了真侪奇事神力。遐个捌对以色列人讲，上帝要对恁兄弟当中，甲恁兴起一位先知，亲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司提反伫这当中，用一个强调的开口，用一个强调的语气来讲到安那，讲这个人毋是别人，这个人毋是一个共名共姓的人，这个人就是过去捌受伊的兄弟拒绝的迄位摩西，就是这个摩西，就是这个后来伫40年当中行了真侪神力奇事的摩西。恁爱知影。恁即马所明白的摩西，其实伊过去嘛是受了真侪人所拒绝的。所以当咱搁倒转来看，一开始摩西讲到摩西的即个墓志铭，迄个受人纪念的迄个摩西，其实伊的活命经历2摆的重新出发。伊的活命其实经历2摆的重新出发，后来才变做人所熟悉迄个摩西。上帝怎样带领伊？原本受人拒绝的人，后来成做受人所敬重、所纪念的迄个人。这拢是上帝伫当中来引带摩西，同款上帝要引带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活命当中。摩西的故事甲人讲，毋通因为家己过去的失败，也是即马你所面对的困境，你就感觉讲你无法度互上帝来使用。其实，咱若看过棒球比赛，咱可能拢看过这是啥物情形？这就是当投手伫当中面对即个危机的时阵，就是可能对方要得分的时阵，就安那教练会起来叫暂停啦，会起来叫暂停，讲这时我要对即个投手讲一寡话，我以前捌甲我的小组的兄弟姊妹来分享，讲一寡话，可能人拢会想讲，到底即个教练是去甲投手讲啥物话呢？其实，这个投手伊的技术已经足厉害啊！伊无需要去甲伊加工，你即马要投啥物球？但是其实伊去甲伊讲是讲安那，就是咧鼓励伊，咧安慰伊讲你着安那，你着专心来面对你面前的困难就对啊。遮个人，你的队友拢甲你同在，你的队友拢会帮助你。这个意思其实就是上帝咧对咱讲话同款。咱的人生可能有时阵嘛，亲像这个投手同款，会面对什么款的危机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安尼我即马要安怎来做？
其实咱会当互上帝有一个叫暂停的时间，互上帝来对咱讲一寡话，互上帝来甲咱鼓励一下，互上帝来甲咱安慰一下，互上帝来互咱心内面阁有一个想法，讲哦对，其实我做会到的，其实我的能力是做会到的。上帝甲我同在，我就会当继续来做。这就是伫当中摩西所经历的代志。同款，上帝要怎样引带摩西，伊也要怎样来引带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所以，上帝伊毋是要选出一个上好的人选。那后礼拜就要选举啊，但是这个选举干那会选出一个尔，选出一个啊，其他的就安那，一定选举过后一定会几家欢乐几家愁嘛，一定就是干那选会到的人会欢喜，但是选袂到的人就安那，就伫当中哀哭切齿。但是上帝毋是干那讲，我要选一个上好的人选安尼尔，伫上帝的计划当中。无人是安那，无人是落选的啦。每一个人都是受上帝选，拢是受上帝竞选的人。无论你的过去、现在是怎样，上帝竞选了你，互你的未来有上帝的同在，充满对上帝所来的力量甲愿望。这就是上帝要对咱所讲的话。所以呢，我讲了遮尔济，可能我想可能有人一直咧等讲啊，遮个空格的答案是要写啥物货？其实，伫咱的画面当中，咱会当来思考，无论咱伫旧年咱拄着啥物款困难，无论伫旧年拄着啥物款失败的代志，互咱感觉真灰心的代志，但是。伫今年，咱会当有一个选择，咱会当重新出发，咱会当重新跟对上帝的脚步来行。上帝接纳过去的你，上帝呼召现在的你，并且上帝要使用未来的你。这是一开始，我原本想要甲大家兄弟姊妹所分享的。伫咱的过去、现在、甲未来，拢伫上帝的手中。好，这是其中一个答案。但是呢，我其实这个问题、这个空格吼，其实是开放式的啦。你想要填什么答案，拢会使啊。我提供大家另外一组答案：上帝接纳失败的你，上帝呼召软弱的你，但是上帝要使用顶头生的你。无论咱过去是怎样失败，无论咱现在是怎样软弱，咱拢知影上帝甲咱同在，上帝会使用伫未来顶头生的你，互你的活命会当伫上帝内面成做一个新造的人，会当经历上帝伫你的活命当中所带落来真正真美好的恩典甲快乐。摩西伫一开始咱所读经文当中，甲咱讲，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学问，伊所有讲话行事拢有才能。但是摩西伫埃及所学了遮真侪学问才能，若是无有上帝的带领，就袂当成就任何的代志。当摩西伫埃及当中的失败，对人看起来，感觉伊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啊！伫旷野当中的40年，已经感觉讲，伊已经无想要改变伊的生活，但是上帝的同在无离开伊。上帝一直要互摩西，要训练摩西，成做上帝所要使用的迄个样式，就是要互摩西真正成做后来人所纪念的迄个摩西。无有一个先知亲像伊的迄个摩西，这就是上帝的计划。
上帝是做新事的代志，但是上帝毋是要互咱袂记得，也是讲放煞这个过去的代志。上帝是要爱咱知影，是过去咱所经历所有的代志，较造就今仔日的咱，也是因为过去这所有的代志，较会当甲咱带到伫上帝面前，互咱会当甲上帝做伙，同齐行未来的道路。所以，咱的过去的失败，咱毋免甲伊袂记住，但是咱过去的失败，是为着要甲咱带到上帝面前，互咱会当知影，咱毋通干那倚靠家己，咱爱倚靠上帝，咱爱靠着上帝，同齐行未来的道路。上帝对摩西讲，伫出埃及记3章12节经文，甲人讲：上帝讲，我要甲你同在。你将百姓对埃及带出来时了后，恁要伫即个山顶服侍我，这就是我差派你去的证据。这就是我差派你去的证据。过去的日子可能互你充满真侪埋怨，充满真侪的感觉灰心丧志，但是，请你毋通失去这个热情。上帝讲，我要甲你同在。上帝讲，我答应你，我要甲你同在。你的未来有我甲你做伙同行，这就是我竞选你的证据，这就是我呼召你、差派你的证据。摩西的呼召，毋是一个真简单的呼召，毋是一个真轻松的呼召，但是伊咧服侍的过程当中，可能嘛有真侪摆，伊向上帝埋怨，甚至是伊想要放弃，但是会当支持伊的这个动力，就是上帝对伊讲：我甲你同在，我一定会甲你同在。亲爱的兄弟姊妹，可能伫你的人生当中，你嘛亲像摩西同款，对过去的家己感觉真失望，对现在的家己充满怀疑，但是你可能嘛对未来的家己无有啥物款的期待。但是呢，上帝要甲你讲，你的过去、现在、甲未来，拢伫上帝的手中。上帝要使用你，参与伫伊救恩的计划内面。上帝要使用你，成做真侪人的祝福，就亲像摩西同款。当伊想袂到的时阵，上帝来使用伊，成做这60万人的祝福。同款，上帝会使用你，成做你身边的人，成做你的兄弟，成做你的家庭，成做你身边的人的祝福。愿上帝引带咱。牧师伫跨年祈祷会的时阵，甲咱分享，伫新年当中有一个目标，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找到一个，咱会当伫教会当中服侍的位置，互咱会当伫即个服侍的位置当中，同心努力来起造上帝的厝，同心努力来建造教会，成做上帝荣光的所在。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知影，伫咱心内面，先回应上帝的呼召，来找到这个位置，讲上帝啊，我会当为你做啥物？愿你呼召我，愿你差派我去。咱同心来祈祷，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看到过去你是怎样听从以色列人。所以你竞选摩西，你呼召摩西，你让摩西成做伫因活命当中，真美好的帮助。主啊，你嘛怎样，让摩西伫伊的人生当中，会当经历上帝你的引带，会当伫伊过去的日子当中，无论拄到啥物款的失败，无论拄到啥物款的困难，但是伊会当
伫你的内面重新出发，伊当借着上帝你所想事的快乐重新出发。所以主啊，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嘛毋望会当靠着上帝你伫阮活命当中的稳定甲快乐。无论伫过去的一年，甚至是过去阮的人生当中拄着虾米款的艰难困苦，但是阮会当伫主你的内面，靠着上帝对你所来的快乐，互阮会当重新出发，互阮会当行伫上帝你为阮所备办阳光的道路当中。愿你亲自显明你的疼痛伫每一位你所疼痛的兄弟姊妹当中。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咱要当心伫主的面前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的疼的一个回应。咱知影上帝过去是怎样疼咱，咱嘛会当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无论咱的过去拄着虾米款的代志，可能咱的过去嘛有真济，咱感觉想要对上帝埋怨的代志，但是咱有缘会当借着奉献，交托伫上帝的手中，对上帝讲：上帝啊，我的未来伫你的手中，就对我家己会当奉献，我家己开始，互阮的活命会当经历上帝奇妙的引带。请咱同齐起立，咱用诗歌来敬拜上帝，回应上帝的听，成做咱的奉献，成做咱对上帝美好的回应。咱要一生来听主，敬拜主。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亲爱的宝贵耶稣，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天父上帝照着伊丰盛的慈爱，接纳你过去的失败甲受伤，互你的活命会当伫上帝的疼当中受到恢复，受到更新。愿主耶稣基督亲自陪伴你行人生的道路，伫你软弱的时阵，成做你的快乐，互你的活命刚强，心中大有盼望。愿世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引带你回应上帝神圣的呼召，佮加添互你每一天甲主同行的动力，互你未来人生伫上帝的手中，成做阳光的见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引带，
定定甲你三甲同在，特别也要甲你厝里的人三甲同在，对咱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主日崇拜就到这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平安。